No.
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
好打，
上面为大家现场解说，现在艾迪三分没有进，然后拉瑞抢到篮板，出界，这球是，潘越拿到球挡开，潘越这球要投吗？传给拉瑞好丑的姿势，传给潘越的姿势也不是很好看，他到底出不出手？24秒。好，第一小前锋 Number One Social Flower， 好打屁股投篮。嘿，文哥一个 close out， 明显一个犯规。比赛还有33.2秒，我们可以看到场上的安迪现在已经默不出声。投啊！投你大爷！投！哎，好球！刚刚命中这个投篮的球员呢，是以前的夜店小王子。只要他去夜店，所有人都认识他。比赛结束，走了。好，结束。